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4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0篇，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8节，路加福音14章第12节到1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交代什么人。耶稣基督伫咧教导中间，时常提到伫即个宴席，通常也指上帝伫天国的宴席。也好若亲像浪子的譬喻中间，细汉囝伊倒转去厝了后，伊老爸设一个宴席，同齐欢喜。这代表着天国的宴席，迄个拒绝的大汉囝就失去得到救恩的机会。耶稣基督也捌用宴席来讲到所邀请的人，这个对象通常咧指的是大汉囝，或者是遐的选民。因找真济的理由拒绝出席，后来主人就吩咐去邀请伫路边遮的无受人注意的人来进入伫迄个宴席内底。如果咱要设一个宴席的时阵，咱到底要邀请什么人入来？伫今仔日的教导的重点就是这个代志。咱到底要邀请什么人入来伫咱的宴席内底？今仔日的教导所邀请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上帝的使者，另外一个是无有能力通去甲你回报的人。第一个，咱要所看的是伫创世纪中间，咱所看交代上帝的使者，就是亚伯拉罕看见三个上帝所册的使者。好客的亚伯拉罕就真热心留因落来做伙食饭。然后，伊就得到上帝祝福的应允，就是要生囝的这个应允。圣经甲咱讲，伊举头一个看见三个人徛伫遐，就走进前来迎接因，拍拜伫地，对因讲：“我主啊，请伫遮来歇困，互我交代了后才去行。我去摕水甲恁洗骹。”请伫树仔骹歇困，我去准备一点仔食物来互恁食，食了后才有气力继续来赶路。恁到我的厝，请接受我的招待。因回答好，就照你讲的来做吧。亚伯拉罕就急入伫帐棚内底，对撒拉讲：“赶紧摕上好的面粉出来，烘一寡面包。接煞，伊走到牛的中间，牛条遐，选一只又搁肥嫩的细只牛，交互仆人，吩咐因赶紧准备。伊就摕即个物件，牛奶甲牛肉。将食物摆伫因的面前，亲自伫树仔骹来招待因，因就接。这个是招待，也是款待、邀请上帝的使者，也是讲就是邀请上帝本身。第二个角度是招待遐个无气力通好来回报的人。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讲：恁招待中昼顿也是暗顿的时阵，毋通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亲情，或者是富有的厝边，恐惊因爱回请恁，行恁的人情。你爱请客，就请遐个爽香的、破相的、歹家的、失明的。安尼你就有福气啊！因为遐个人无力通好报答你，伫义人搁活的时，上帝要亲自报答恁。
咱要听人讲过譬如啦吼，也好那亲像讲，上帝时常会安尼化妆来出巡共款。伫咱无注意的时阵，所招待者的可怜的人，可能就是代表上帝本身。其实这毋是譬如的故事，就是亲像今仔日读的第一段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所招待3个出外的旅客，其实因就是上帝的使者。事实上是上帝的本身。圣经甲咱讲，上帝的使者是3位。是代表三一上帝的临在 Elohim。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的所在，甲咱教导。伊讲着谨慎，毋通为着互人看，则故意伫人的面头前来展恁的敬虔，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赏，还佫听一摆，安尼做袂当得到恁天父得到报赏。所以恁尽责的时阵，毋通生分立拔报人知，爱亲像遮过好的人伫会堂街路安尼做，爱互人学乐。这是毋通的。我实在甲恁讲，恁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啊！恁真济时阵，毋通互你的倒手知正手所做的，互你通点点啊真济，点点啊在看，你的爸会互你报赏。相款，当咱咧接待招待者会无有气力，通好回报咱的人，咱是为着上帝所做的。保罗伫这个哥罗西书也安尼甲咱教示讲，无论做啥物，亲像是为主所做的，毋是为着要得到扑克声，也是这的回报来做。所以爱求上帝来帮助咱。诗篇30篇，上主啊，我要尊你最悬，因为你有提拔我，互我无互我的对敌对我夸口。上主，我的上帝，我求求你，你有医好我。上主啊，你对淫妇甲我救出来。你互我活地，免得我入墓坑。上主圣的子民啊，恁着唱歌学乐伊，称赞伊的圣名。伊的受气只有一世较久，伊的恩典到一世人。虽然规暝有低哭，天一个光就有欢喜。伫我顺利的时，我捌讲，我永远袂摇动。上主啊，你施恩，互我亲像山徛在在。你的面越早毋看我，我就惊吓。上主啊，我求叫你，我对上主求怜悯，讲我死入梦有啥利益？土粉减会称赞你。兼会保养你的信息，上主啊，求你听我，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有将我的低口变做跳舞，将我的麻衫脱起来，用欢喜做大，互我下。安尼我的心神就袂恬恬，会唱歌称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感谢上帝，互阮通甲主通坐倒坐宴席，也求主帮助阮会晓得甲需要的人相甲分享主的恩典。
弘法愿意去邀请招待遐个无能力来报答阮的人，分享上帝的恩福。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